再来看过年了后，国内疫情咧压悬。疾管署表示，最近走北的群聚病例是5年来上悬的，有9成拢是去挖到诺罗病毒。另外，类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疫情，嘛可能伫咧2礼拜内会达到高峰，有个要等到3月以后，疫情才会转好。顶礼拜本土新冠疫情中当前新增加648例，虽然比前一礼拜降低，不过死亡个案有78例，是半年来新高。死亡个案上少岁是中部一个30多岁男性，有神经系统方面的肿瘤，2月初开始发烧会烧，因为喘气真喘去挂急诊，新冠病毒快筛是阳性，电光片显示是肺炎。有给这个抗病毒的药物，那不过在这个住院的过程中因为又并发了这个细菌性的肺炎，以及有出现这个脑出血的状况，所以是在这个住院的第10天不幸的过世。疾管署监测，国内类流感甲新冠肺炎疫情拢要伫高原期，按算这礼拜或者是后礼拜会达到高峰。其中类流感，预估过一礼拜互医生看的有11万至13万人次；新冠肺炎过一天去互医生看的有14000人。因为228假期、甲电话活动，疫情还会有波动。3月了后才会豆转好。除了类流感甲新冠疫情，新增了后走北的通报嘛创下5年来新高。在127件最近4周通报的群聚当中呢，根据我们检出的情形看起来呢，9成都是诺罗病毒。那诺罗病毒也是这个季节容易引起肠胃炎跟食物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病原体。疾管署提醒，诺罗病毒伫寒冷到春天，传染力是真强。而且酒精无法度消灭，提醒民众伫流行季节尽量用杀蚊洗手，嘛避免食青、海产等等高风险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